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限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无伊来担哦。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写，爱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哇，当真呢，深圳先生，你个人大哥都喺上班去马來西亞，但移民呢去了西來哦。你與我朋友共同愛哦，真緊係融合。融合嘛嘅東西啦。啊，上擺你講緊去台灣，我同愛是學習下家財，愛了下都是重要的，就唔使講咩咁順波哦。叫埋個問題，來呀。阿麗，我帶劉開哦，慢來行行。好啊，去啊去啊。再見啊。阿雷哥，看來你對手了。貴啦，請佢細模型哦，都會同嚟了種型的啊。講怪，偏愛都會托機啊，先冇開始運用啊。好啊，來去老太子講伊愛到騙人咧。阿雷哥，你同太子個冇用處，唔當冇聊誒，冇亂講啊。鸭绿菜哦，阿蕊做的是凉盘呢。好吃冇啊？好吃。刘快，我老人講哦，我時時哦，拖去太樹下誒，讓阿蕊打最久誒。你講去嗰邊坐下。其實哦，一條樹誒有隻故事，係阿蕊老人講嘅。晨晨，你都中意阿蕊係冇啊？劉快，你要不要來台灣做啲翕相，下去做乜嘅？誒，做啲天數誒，聽說會老人天數啊？你冇法度天數嘅啦。用我講咯，係講我冇法度，我要做啲唱片嘅老人天數啊，你唔知客氣啦。我想啊，陪啥咪冇法度。媽嘅事情按難辦啊，唔講看哪啊？我禮拜來台灣嘅次要目的係翕相。咁主要嘅目的係乜嘅？確定我有機會讓人交往啊！你放心，我哋下啲要重原因咧，我啊，會做歡喜嘅，使到你做得快樂。什麼？
就转来嘞。阿瑞，我就转来嘞。哦。刘凯，嘿，这个送给你，是我自己做的橘酱哦，就当做是见面礼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哎，橘子啊，你不是说你的橘子酱是专门做给我吃的吗？怎么马上就变解了你？哎呦，人家刘凯是客人嘛。哎，你要不要拍那个整个客家擂茶的过场？我有认识的店家，可以带你过去。真的吗？好啊，我想拍。那我们走吧。嗯。我老陪个男美人出去，你都没用啊？你老去敢有用诶？当然无啊。去做好了啊。你快，来，这条小鸭哦，是梦怡啊。唔会啦，其实啦，我后生嘅时节吼，要梦想做一场营养师呢。有人啊冇人啊？当然有样嘅啊，因为安样吼，都坐在光明正大，留几条电线的苗木扣下咧，超正点的嘞。你真是当神奇呢。不过吼，讲真嘅啦，我相信你拢系天数厉害。你相片哦，拢系处厉害啦。来了。啊，干嘛？已经真的不好意思哦，之前那个琳达出现啊，本来想说要拟定作战计划来帮你歼灭敌人，结果我一上网查资料就爱上金城武了。把你的事情忘记了，你不会记仇吧？不会的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体贴的好女孩。哎，那你可以透露一下刘凯喜欢吃什么东西吗？还是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啊？阿干妹，你喜欢刘凯哦？咱礼拜来台湾的次要目的是去上。今年主要的目的是嘛个啊？确定咱敢有机会让因交往啊？阿干妹啊，那个刘凯啊，他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嘞，你不要太认真啦。哎呦，珊珊，你放心啦，我橘子可以接受远距离恋爱啊，而且现在网际网络这么发达，用视讯就可以喽。那个阿干妹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刘凯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一个论及婚嫁的女朋友嘞。什么？我橘子的命运怎么这么坎坷啊？我又失恋了。哎，好，不哭，啊，没关系刘凯，有几天哦，张瑞请来了啊。没关系，该怎么亲密？拜拜。拜。刘凯，我会在台湾祝福你，希望你一辈子都幸福。这个橘子送给你，
希望你在飞机上吃到它的时候要记得我。愉快啊，关联都好嘞，没事情啦。嗯。晨晨啊，你喺路同學做嘢咧，飛機等公差。我七個同學，我會送機，唔做嘛個按機破。我請你提醒一下啊。劉同學，仲愛做茶做啲麼啊？唔好話本愛送哦，我還會欠呢。落去咧。拜拜，拜拜，一路順風啊！那樣嘞，邊個錢啊？你選哪來？冇聊咧，我邊數嘅吼，對邊數，我洗皮蛋嘅，攞皮蛋洗個強力的嘅，點啊？唉，董大送哦，人到過來，什麼咁嘅事情發生？冇戲好看，真經係無聊哦。哦，你條細妹哦，有樣麻煩，真好八卦。嫌太子，唔知咩嘢，我同太子家輸咋，我同人哋賭錢，看川川先生會托咬你個，也係聊開啊。錯啊，太子阿哥，我賭個係阿瑞個誒，我錯唔可以騙人錢啊。誒，你去托哦，就攞去托啊，佢托聊開呢。我你講，你哋去賭乜嘢啦？幾多比幾多？唉，像個笑容哦，托你啊，你還知道幾多比幾多啊？懵懂啊！哦，你了條樹比向外存的細鬼啊！講來有冇修理對吧？啊！你做乜嘅頭翕片人啊？冇啦，因為你睇成表情都明顯啊。用會有可能，我頭嘅不動我嘅，聽說動靜。相片都會你唔是講，所以佢心情本可能你了解，感同佢嘅心，該誰會相片？你媽嘅世界變到按唔會講法。龍班，你會後悔冇先愛咩？愛真冇咧。哦，不過啊，發工轉來，我韓白嘅心意是從一百機會停了。差落咧。因為要不卡解釋來講，你嘅小熊圈第幾屆，韓白我有心意，為等到你哋結婚嘅時節，我做得去。晨晨，我落去了哦。劉快，食夢遊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做乜㗎？哎，媽嘅世界。我嘅小相片都廿個成行啦，韓國你係冇猜疑我老拍嘅男人出去咩？我哦，咩唔猜疑，哎呀，早都準備好了。乜嘅意思啊？當然係神老劉開上家門啊！哦，你真謹慎呢。來啦，坐啦。日本語。乜嘅東西啊？打過來看啊！
俩吼，迄6块9来做的啦。其实啦，其迄是君子哦。基本单就黑啊，蛮英雄你鬼点赞的。给，你敢中意俺的鬼点子啊？中意上瘾哦，听众会讲出来，对无啊？你真电影脑呢？噔噔，你看，俺买哦。你做嘛个我买上茶啊？因为俺无想要打败哦，天天也后背决定去走啊。我要让你乡下去吃上茶，便宜行过每一条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就香长男儿的广告单啊。幸福乡幼苗音乐比赛，第1名独得10万元，10万元！啊！干不要，罚了！哎，幼苗音乐比赛，你怎么会参加嘞？你俩为做咧恭喜幼苗个所有哆来咪啊！迄小用吼，勉强做得算一支啦。哎呦，唔迄错，做嘛个讲啊迄机啦。我去，等你当红有写4岁以上吼，18岁以下都做得参加的。哦，啊，去哆来咪可能还佫等2年咯。阿瑞啊，头摆唔去高公乐团咩？表演嘅经验真多啊哈，应该唔会真困难吼。奖金10万哦。那个为了奖金参加比赛，还唔当看认真到那奖学金较实在。系啊，就算你上来组团，嘛冇乐器做咧练啊。啊，你个需要一把吉他，敢讲会引你表演口技哦。好咧，太子家无兴趣，都算了哈。哎呀，有样大送哦，10万呢，算了，哎，算了。我们可以吃饭吗？等一下。虽然演无乐器，也无比赛嘅经验，不过做得乡下完成一项无可能嘅任务，他自家敢唔会知道真有意义咩？奖金吼，唔要轻重要的，重要的迄让你有机会挑战自家，证明自家的能力啦，敢唔系？其实我这个时间学过钢琴，我更希望有机会做得上台表演。虽然10万演员做得买真多东西，不过啊，绝对买唔到强城声乐队美好嘅 feed。系冇啊？迄成功那个，我就来去报名。好，我去哦，我来准备。好冇？真紧按家就结天了哦，唔会惊按用为本记到太嘅压力嘅。今年啲嘅太嘅歌唱哦，因为可能冇压力咯。声音哦，唔是太过保护啦。我讲啊，利用呢只机会，本家嚟接触下音乐，咪真好咩？不过，除了太子，其他嘅人对音乐都无熟悉。按用大家就要从头学起嘅。你哦，你都唔是少咧，记得洗鬼哦，亲钱啊，学东西哦，伊脚啦。都像太子讲的啊，
假使哦，太子家做得强下，完成一件无可能的任务，也咩真有意义的事情啊！我相信吼，做乐团的经验吼，要做得本家头了生意啊，真难忘的啦。哎，你说你头嘢，咁尾巴都叫得出街挺好啊！今年嘅代表查克辽滚舞去比赛，当然我托一首摇滚乐。大家哥，你係幸福鄉有名音樂比賽嘅，你喺話到你都該參加超級循環大道。希望講嘅表演乜嘅啊？其實係幸福鄉嘅音樂比賽，當然會投到我本鄉嘅傳統歌啊，如種講快樂農村。啊？我真冇帶你嘛唱快樂農村啊，安尼會唔好笑。不過，因你兩位本來就係農村啊，係冇天黑黑嘛做得啊。人歌托超級星光大道啲部係清風嘅歌，嗰種造型同表演，本評審目光點起來。有見係。木做見起來啊！看人按樣，像一本評審，眼睛直直流鼻血吧？呀，搖滾樂啊，真為本評審義工龍皮咧。你嘅張波呀？從天我卡好啦。好咧，老闆，冇吵，嚟。佢同嘅地圖哦，有10條嘅歌哈，出到哪一條就從哪一條。小勇，唔嚟出去。啊？法術下嘅有聽。切！做咩啊？你做乜解攞嚟寫嘅歌咩俾我調喺度啊？沉啦，唔係外邊嘅。沉？哈。錯啊，沉先生講學堂嘅都做得，法術下嘅有聽係阿瑞個為民所寫嘅，學堂又有代表性。你寫嘅啊，吼，你講太子家真好啊哈。你看，係有哦，你看，嘿。啊？有。我寫嘅歌誒，咁正經做得拿出來參加比賽，唉，連我自家哦都冇乜嘅把握咧。你係 V 嗬，要得個聽，其實聽咗哦，冇法都彈你好啦。哎呀，又太普通咧！你係什麼嘅？冇啊，我同佢說哦，緊張到親像去搞參加比賽咁樣誒。係哦，係真緊張啊！啊對，呀，係你遇到民宿下嘅歌曲啊，記得哦，平時彈藝術曲嘅，已經彈到清熟嘅。大家練起來聽咗動腳嘅啊！你哦就唔是寫嘅啦，希望大家行考都冇信心咩？嗱哦，咩對佢都冇信心，我對我自己冇信心。誒，你條歌誒咁正經好彈。啊對，你正經知道懂好彈。你哦，係我女朋友啊，當然哦會無條件支持我。就算冇學堂哦，你咪咪講學堂啦。咁係阿勇，你哦唔思想啊！我雖然冇學過音樂，不過我也唔算言詞啊，連好彈唔好彈都分唔出來啊！
里，你唔係時時講，請我用感情演奏出來嘅音樂，就係好聽嘅音樂。又係唔用感情創作嘅歌曲，請我記得哦，要做得到感情投入，把音樂演奏到好聽流利，聽咗做得感動人嘅啊！好。乐器吼，迄种系面皮，系用什么样人嘅朋友食的呢？假使有任何一项乐器吼，就莫去查错，赢到嘅奖金吼，全部会分来啦。啊！Are you ready? Yeah! 1, 2, 3, 4. 用树枝暗示你，迄指甲哦，无把佢木出来喷，当然甜到来喷的啊。係因為熟婆啦。唔該講，本小偉啊。人講。你兩個好禮貌啊，到底係練習冇啊？冇講打你啦。Hi, I would like to have a single room. Is there any available now? May I help you? Yeah, I did not call for reservation. Is there still any available room now? Oh, yeah, but Oh. 他们都是你小孩吗？好活泼。宋梅，讲贵嘢。我来吧。你国语说的这么好啊，直接讲国语就好了。他们是我的小孩啦，不过他们要参加音乐比赛，就是 music。哦，Lily, that's great. 看他们这样，感情一定很好吧？哎呦，感情好的不得了，好到那个连舞曲都掀起来了。房间是有，可是可能有点吵，因为他们每天都要练习。你 OK 吗 ？OK 啊，只要他们不要来掀我的房间的屋顶就好了。OK。小勇，你到底用船啊？打，過後體解人生嘅路，咁簡單，怎麼解唔曉？歹勢啦，我係啊唔記我愛用嘅，數落頭腦就會喊起來。我看你同樣沒強藥，腦筋總係有問題。我你唔好人啊，沒有嘛個相關啊，唔要我用講啊。小勇，你用啊？敢要太子让人欺负啊？呀，Ken， 你都死鬼哦！啊，你讲吼，迄老家电话教训你下啦。唔要記住啦。
个用的啊？阿瑞哥，我唔想爱参加比赛啦。我再讲咧，因为练都练唔好。哎呦，爱将会回到台子家啦。小勇啊，你讲了嘛解法？哎，佢起步上吼，係樂團嘅靈魂人物呢，無義用嘅做得啦，哈？不過我真嘅冇法度啊，我連節奏都算唔準。因為阿姊講，我老眼未強用，跳到都快啲咧，我唔想愛個練啦。小勇啊，錯啦。我能講，你唔通心裡啊，你個亂講啦。哎，你個頭腦啊，真好呢。還有啊，你幾件哦，用按照個時間去練習咧，你等下退出哦，讓個頭腦快啲咯，哦。好啦，冇叫咧哈。哎，你都練好了沒？嗯。就算哦，你都練好，也冇看搶騙人啊。到時間哦，表演彈錯，浪費他自家按上網練習嘅時間呢。越費鐵阿春兒那種咁嘅夢誒，你知冇啊？係講，你到那預辦連個時陣來圖書，冇聽錯，因你大家那動個將好緊，必須還原下較多。到底馬上浪費馬上個時間啊！接口咧，接口咧。好，太子家已經練習一段時間咧，今尾啦，係第一擺正式強下演奏，唔是太緊張啦，都用平常心吼來演奏都做得咧，對冇？準備好了嗎啊？來 ，5、6、7、8。冇關係啦，然後過來一擺，好冇？來，5、6、7、8。探測風險，影響嘅照遠啊！哎呦，都係什麼啦？幾句哦，太太生嘅啊，好硬個探到眼吉他生嘅。你係吉他，就係冇人傳鬧誒。哎，還有小友，你做乜見搶牌子啊？我冇啊，我見前陣睇住阿哥嘅做保險來行啊。哎，小友，我啷講哦？我冇讓過，我係彈個琴號啊。我咪彈得錯啊！太家哥彈唔錯，行吉他彈唔錯啦。你買係啊？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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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！你都咁啲 band，有隻英文詩嘅意思係乜嘅啊？吹樂團啊，很簡單。錯啊！吹很簡單啊！
一只乐团啊，就是要团结。不管有几多少人，演奏几多种的乐器，都要合作无间，和谐演出。都亲像有一撒人这个表演腔样。既然很简单，做乜嘅你都做唔到咧？假使你哋都冇想老朋友合作，佢都唔是组乐团咧。出一搏命，给你修都好咧。是啊，是啊，恋真的真是恋，啊，把它留下来。Eric， 你怎么来了？不好意思哦，你要自己告诉我，你在这里驻唱，就不请自来了。哦。这里是帕吧，任何人都可以来嘛。而且你来捧我的场，是我的荣幸哎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？这么远从日本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一定有你的理由嘛。哎，你是来找朋友，还是来找灵感啊 ？Boss， 我是这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。2年前，我朋友给我这张 CD， 我听了之后，就一直希望到台湾来找你们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接上了。我找了很久，去年终于打听到你在这里，立刻飞过来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当我看到这家民宿叫做车克诺摇滚屋，就知道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了。车克贝瑞，伟大的摇滚诗人。这个我不懂你的意思哎。我一直希望能打造像车克贝瑞那样的现代摇滚诗人，拥有诗人般纯正的个性，也有能展现电吉他爆发力的野性。我觉得你的音乐有这种特质。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啊？我哪有像查克贝瑞？你不用像查克贝瑞，我希望把你打造的比查克贝瑞更棒。阿磊，离开这里，好到里面去吧，哪里才是你真正的舞台？琛琛，黄琛琛，阿妹，你今晡日无批定几条练习吧？哦，拜托你诶，我爱你讲哦，迄款班级好无？但基件啊，本期条魔音穿脑咧。哎，琛琛点哦？其实 Eric 啊，佢喺日本一间唱片公司制作人咧。真嘅呢哦，看唔出来诶。係啊，韓國哦，佢講啊，佢先欣賞喺音樂風格，係夢誒咁樣喺日本發展喎。我就知哦，你嘅才華聽說會本人看到嘅啊，上擺哦，可能是睇隻機飛，冇想到一擺機飛行較好誒，太好咧！你做乜嘅打我啊？誒，假使我喺日本哦。都分開呢，人歡喜，攏係分開嘛。我當然冇希望人分開暗演啊，不過也係你去到國際舞台真好嘅機會嘅。係哦，其實啊，音樂冇國界啊，兩個名路哦很方便。啲台灣發展哦，同樣要做得去至國際舞台當發光啊。
其實哦，我已經本冇按大送啦。好啦，實際好㗎，好。誒，但係哦，你簽唔到去 CD， 實際啊，如何較生意點點啊？弟，拜拜。再見。你把阿雷的才华埋没在这个穷乡僻壤，就为了你自己的幸福，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？阿干妹，哎，森森啊，你知道阿磊要去日本的事情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赞成他去哦？为什么不？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阿雷应该多多尝试啊。哎，爱情是经不起考验的。上次哦，好像还有人说，远距离的恋爱不是问题呀，还说什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视讯恋爱也不错啊，不是吗？哎呦，那个情况不一样啊！上次的对象是刘凯，人家那么老实又斯文，但是阿磊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阿磊啊，又风趣又有个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日本辣妹又那么主动。阿磊没什么缺点啦，唯一不好的就是太随和了。万一日本辣妹主动现身 ，Oh my god！ 阿干妹，你太夸张了啦！我相信阿雷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如果我为了我自己硬是把阿雷留在我身边，那不是很自私？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啊，除非你愿意跟一大堆人分享你的男朋友。再说日本女生真的很恐怖。阿干妹，你不要替我担心啦。如果连让阿雷去追寻自己梦想的机会我都去阻碍，那我算什么女朋友？好啦，你都这样说了，可是你要每天打电话监视阿磊。好，你比我还紧张哎。肥水不落外人田啊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说阿磊是肥水啊？是啊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我可以接受。哦，阿干妹，你真的很可爱。我还有课啊，我先走喽。拜拜。嘿，先生，我说真的，我可以资源回收哎。好啦，我先走喽。阿磊啊，又风趣又有个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日本辣妹又那么主动。阿磊没什么缺点啦，唯一不好的就是太随和了。万一日本辣妹主动现身 ，Oh my god！ 童晨晨，都要時間，你用做點冇心情嘛？你愛心阿女，聽錯愛心機。小楊啊，係唔衰麼啊？小楊。阿瑞哥，讓我學習咧。你當我學習咧，半夜唔睡麼？係你來練琴？錯啊，我想要練較熟了的，希望都變做海豚芝麻咧。唉，小楊啊，任何本質教學按太壓力啦。學音樂哦，係快樂嘅事情啊，佢哦係一種情感嘅抒發，而吃嘢係看佢點啊？我知啊，不過我真會緊張，我緊張演出唔準，希望就會減起來。我真嘅冇法度輕鬆。唔像我啊，老自家融合到旋律度，嘅音樂嘅節奏快慢哦，自然都會呈現出來了啊。
很沉哦。如果做得平安练也团无啊，我竟练唔起来。小勇啊，你练下要做的事情哦，陪伊练那一团。哎呀，你睡梦嘞？原来安尼不卡有那位啥拼命三郎呢？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晒散了一天的你，晒散了一天的你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你，晒散了一天的你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。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